同款的关心印尼，这是伫咧北部地区的火山，半个月来已经喷发几啊届啊。当地政府就决定要甲上万位居民永久撤离，另外再去找所在来安置。 印尼北苏拉维西省北边的罗阳火山，这几礼拜连续活动真剧烈，4月30搁一摆大规模喷发，突出大量的熔岩有2公里。当局将警戒状态提升到上悬的等级。经过火山山体若是崩塌入海，可能引起海中，也暂时关100公里以外，守护万雅楼的国际机场，佮决定永久撤离罗阳岛。 甲对面塔古兰东岛近万居民准备伫新的地点去永久厝重新安置。不过，居民向讲当地真侪宠物被放杀伫岛上，伫主人要求之下，动物团体志工最近冒险坐船，真侪摆登去撤离的地区来饲训，设法将因带到临时庇护所，受以评估治疗，做过疫苗了后，将因撤退到安全的所在。Nah abu ini, nih kak melepuh. Kong ini lagi bocor, kena ini kayaknya kayu. Di sini juga melepuh dia punya patah. Masih banyak di sana? Masih banyak. Terima kasih karena ini sangat luar biasa. Diperhatikan bukan cuma manusianya tapi seluruh makhluk hidup. 这些进步当中，志工找回来2只狗仔、1只猫甲1只鸟仔。这几天已经连续救出10多只动物，也有一寡逃脱了后，伤过惊吓宠物暂时叫袂出来。有的主人伫媒体看到消息，才知影宠物也个活咧，真感激。因为东南亚一寡地区有非法食猫仔狗的传统，志工团体讲，治疗甲救助行动拢是免费的，唯一条件就是免将这动物带来食。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